真麻煩大家靜啲。你哋唔識我哋嘅，我哋係朱玲玲。18年前，我哋好開心有一個機會，我哋5個係一隊樂隊咁樣企咗喺個台上面，講咗啱啱嗰番説話。今日我哋好多謝金像獎俾我哋5個一隊樂隊企喺個台上面。18年之後啦，有一樣嘢係唔同嘅，唔係 sorry， 有一樣嘢係一樣嘅。係咩啊？仲係好多人唔識我哋。Yeah。有人話我哋係殺人犯樂隊。呢樣嘢其實我哋係唔可能否認嘅，因為我哋真係當中有好多成員都做過殺人犯嘅，係咪？冇錯。亦都有人話我哋樂隊其中一個成員陳文俊已經俾我哋謀殺咗，唔喺呢個世界上邊。呢個我唔認同。點解咧？因為我仲喺度。喂，你證明一下。咦，係喎。OK，thank you。不過有一樣嘢咧，我係不得不否認嘅，就係你哋嘅演技係好過嚟緊嘅最佳女配角。嗱，即係有陣時咧，做兄弟嘅嘢咧，就唔使咁樣咁大言不慚嘅。即係嗱，阿英雄姐又坐咗喺下邊，爆姐又坐咗喺下邊，思雅又坐咗喺下邊，係咪？阿陶又坐咗喺下邊，阿騰又坐咗喺下邊。你夠膽講啊？你講啊！我哋勁過邊個？你講啊！夠膽你講！你講啊！唔好意思，唔夠膽。咁咧如果我哋繼續講有人話咧，其實我哋18年前咧，去到而家都係講緊廢話，嘥晒大家嘅光陰啊！其實喺呢18年裏面咧，我哋5個講過好多廢話，其中一句咧係好緊要嘅，就係一定要做自己喜歡做嘅嘢。廢話，因為有時咧你係會有人認同嘅。有時咧係冇人認同你嘅，咁最緊要係乜嘢啊？有人認同。咁我哋睇一睇片先。榮獲提名最佳女配角包括鄧濤，女孩不平凡。你可以陪我做一件事嗎？什麼？魏英雄，水餃皇后。我好大聲㗎，我可以幫你嗌通街㗎。水餃，手工包嘅水餃。衛詩雅，再見 UFO。帶我嚟呢個世界2個人，忽然之間就咁樣走咗。自己成為孤兒，嗰個感覺唔識得去形容。鮑起靜，風林火山。你班友仔煩到真係，成日亂咁病，然之後等我嚟執手尾。滕麗明，尋秦記。我細咗你20幾年，我只係想提醒你，親疏遠近，有時能已經好啦。睇完呢啲提名片段咧，我可以好肯定咁講，爆姐同埋英雄姐我係勁唔過嘅，但係其餘嗰3位我可以好有信心咁講，我都係勁唔過嘅。OK， 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咁啊即將揭曉個結果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好緊張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，阿妹，衛詩雅。
衛詩雅首次入圍最佳女配角就成功奪獎。首先多謝朱玲玲，我要多謝金像獎嘅評委們，多謝再見 UFO 嘅導演梁柏堅，多謝監製 Amy 姐，多謝你哋願意7年前相信我，俾一個咁好發揮嘅角色我，希望我冇會令你哋失望。多謝我哋再見 UFO 嘅團隊，多謝入邊嘅所有演員。編劇、工作人員，多謝高登先，多謝 Winnie 曾，多謝你哋嘅宣發團隊，辛苦晒你哋啦！多謝我嘅公司 EG， 多謝我嘅老闆，多謝我嘅經理人團隊們，多謝我嘅伙伴 Miko、阿星、阿 Will、So-Mac、Kitty、Parson、阿 Don， 多謝我屋企人，多謝我嘅老公，多謝你一直陪伴住我。仲要多謝喺我演藝路上曾經俾過一啲鼓勵我、支持過我，同埋一啲機會我嘅所有導演同埋前輩們、監製們，多謝你哋。其實呢一個角色係7年前獲得嘅，咁仲要我要多謝7年前幫我爭取呢個角色嘅經理人阿卡。咁當時其實我係處於一個好迷茫嘅階段，咁我好珍惜呢個機會，但係同時間我都好緊張，我好驚自己做得唔夠好，所以我今日好慶幸我可以因為呢個角色企喺呢個台上面，總算係對7年前嘅自己一個交代。最後我會繼續做一位好演員，希望有機會繼續演落去。多謝大家。多謝。